姨娘先喝茶，听你娘的话。来，贝勒爷。太太，南下金陵的船我早已经准备好了，明日一早先走汉路，到了天津之后再转水路。不管是汉路还是水路，都有我郑家庄的保镖一路护从。路上的衣食住行，霞儿也都给安排妥帖了。总之一句话，太太放心就是了。有贝勒爷这么贴心贴意的张罗着，我哪里还会有什么不放心呢？只是也不必太麻烦，知道要出门，我们也有些预备。再说，我有宝琴和君儿在身边，贝勒爷放心就是了。我先前说过了，我不走。你何时说过？既然出来了，总要一起走啊。请太太先走就是，我以后会去找你们的。小祖宗，这是怎么说的？你不走，我如何能走啊？难道还是因为他？我答应过林妹妹，她不走，我也不走。放肆！她是谁呀？林妹妹是谁呀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，她还能拽着你的腿啊？不管太太怎么说，林妹妹不来，儿子绝不会离开。你，太太，你就打死儿子好了。太太，别这样，别气坏了身子。这个孽障，他怎么这么不懂事啊？我怎么不懂事了？你，孔子说，父母在，不远游。如今太太出门，儿子理应是跟着的，可父亲大人还在家，儿子理应留下来陪父亲。要不这么着得了，赶紧找把斧头来，把儿子一劈两半，一半跟着太太走，一半留下来陪着父亲。你这是什么混账话呀？这是孔子他老人家说的，如何是混账话？哎呦，好了，子曰诗云，你日常是不屑的，可要用来为自己辩护，你总能拿来有个说头。还真是的，我爱哥哥真是好聪明。可若是你把太太气出个好歹来，别说是我薛姐姐，我可也不饶你。太太，这样好了。宝琴有这份孝心，要守着老爷，我看倒也该由着他。太太若是不放心，就把儿媳也留下来吧。太太身边呢，自然也得有个人伺候着，就让婴儿留在太太身边，一路照应着。等到了金陵老宅那边，有了珍珠姐姐他们，一切就都正常了。太太，您看这样好不好？我不是说他不能留，我是气他不懂事。要说起来，爱哥哥这样子，还不是太太给惯的。不管爱哥哥再怎么着，还都是把对老爷太太的孝心摆在头里头。就冲着这个呀，我看太太你就该知足了。你们听听，霞儿这丫头，以往多娇惯的一个主啊，如今成了贝勒爷的福晋，调教的多懂事，多会说话。你既是这么说，我倒也没话说了。那太太既是准了，那就这么办。只是这一拨人又分成了两下子，这里里外外的，又给贝勒爷和我枕霞妹子多添了一份麻烦。乔雪姐姐说的，你和爱哥哥留下来，我也很高兴。这样你们陪我说说话，我也不觉得闷了。好，那太太既是准了，便也请放心就是。至于这秦二爷、秦二奶奶，我和霞儿也会照顾好他们。贵府各房的卷口也就在这2天就要押送到崇文门就地变卖了。莲二奶奶见多识广，可卷口变卖的情形恐怕还真没见过。那我跟你说，钟鼎之家一旦被查抄，即刻沦为下贱，卷口发卖更是猪狗不如。哎，莲二奶奶，咱们就做这笔交易好了。只要你把你脑子里那笔账交出来，我保证你不会被卖身为奴。你还是把我卖了好了。你不怕？能买得起本奶奶的，定然也是钟鼎之家。本奶奶自信，进入任何一个大家族，都不会当奴隶，因为本奶奶无论到哪儿，都会是管家奶奶。这个，本官倒相信。可莲二奶奶亲生亲养的千金，哎，
她是叫乔姐吧？她恐怕就没你这样的运气喽。你知道我女儿？本来是不知道的，可本官跟贵府的大管家林之孝谈过话。哦，他是总管贵府各处房田事务以及收支账目的，是吧？不但如此，本官还与贵府的管家娘子，也就是林之孝家的也谈过话。哎呦，这个林之孝家的可真是个体面人。哎，我听说好像比莲二奶奶你的年龄大一些，可她竟然认作莲二奶奶的干女儿。好家伙呀，这是多么亲密的关系！嘿嘿嘿，所以这林之孝还有林之孝家的，这才能在莲二奶奶的恩准之下，一个管外，一个管内，掌管着贵府里里外外的库房钥匙。所以，若是林之孝家的告知本官一些事情，莲二奶奶，你说这些事情会不会很真实啊？那又怎样？那倒也没什么，只是林之孝家的跟本官说，乔姐跟着太太和石姑娘走避到郑家庄去之前，莲二奶奶把12颗东珠藏到了女儿的身上。哎呦，老天爷，12颗东珠啊！恐怕就是当今皇上也很难拥有这么整齐的12颗东珠啊！那又怎样？拿回来呗，那是贵府上的东西，也就是皇上要查抄的东西，本官岂能让他们流失在外啊？可本官要把这东西拿回来，这莲二奶奶的千金，可就一起跟着拿回来喽。你这只要是贵府上的眷口，管她是不是莲二奶奶的女儿，那本官也没办法，她一定都给卖了，卖出银子来，偿还皇上要查缴的罪债。我女儿被你抓了，圣谕皇皇，这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皇上若抓人，哪个人能逃得掉？你骗我！可怜莲二奶奶，就只能眼睁睁瞅着你的乔姐也登上拍卖场好了。哎呦，可怜她那小小年纪也卖不出几个钱，也不会像她亲娘那么幸运，给卖到什么中鼎之家，一辈子都能当什么管家奶奶。可莲二奶奶这么个大美人，生出来的女儿定然也是非常漂亮的，啊，倒是卖到妓院里，先养起来，等她长大了再接客，那便花个大价钱也买得值。够了，说，你到底要什么？查抄期间，凡对不上账目的，还请莲二奶奶给个说法。好，都在我脑子里。子生，惊堂大人，你都听到了？是。明日带着莲二奶奶跟着你一起查抄府公府，凡是有对不上账目的，或是你怀疑其中有猫腻的，就请教莲二奶奶，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是吧？可我有个条件。你帮我，我帮你。说。不管惊堂大人是否已经抓到我女儿了，都请惊堂大人放她一条生路。她是我唯一的念想。我请惊堂大人，只要得到她的消息，便告诉我。惊堂大人答应我这个请求，我便会全力帮着大人。一言为定，咱们的合作这就开始。啊，请莲二奶奶还是住在这东跨院的西厢房，本官将随时请教莲二奶奶。请。收服这位莲二奶奶，惊堂大人可是费了牛劲了。可他值。本官还要那些走避到郑家庄的大小主子们，给我一个个再走回来。这如何能做到？把营退安，给我看住了，不许任何人出入，等待惊堂大人号令。是。不知惊堂大人还会发出怎样的号令？那要看贝勒爷会不会把人给我送回来。站住！干什么？我要出去。姑娘，实在对不住了，惊堂大人号令不得出入，
你们金堂大人是我老师，我就是要去见他。等等，这个我等不管，我只知道不准出入。可你们大人说过，即便赵府被查抄了，他也一定会保护云翠庵，不受任何骚扰。姑娘，在下只是奉命行事，请回吧。老师如何要出尔反尔啊？我还真是没想到，金堂大人竟然这么眼睁睁地看着我未来的嫂夫人受这等委屈。他也该明白了，未来的日子，也只有我这个金堂大人，能给他一个安乐温暖的窝。金堂大人原来是欲擒故纵啊！也只有这样，他才会珍惜我对他的情谊。宝琴，你今天也累了，早点歇息吧。我原是该这么跟他说的，结果却是那么说的，所以妹妹才生气了，死活不愿意跟咱们走。好了，秦二爷，以琳妹妹不跟着你一起走避出来，既不是因为你这么跟她说，也不是因为你那么跟她说。那姐姐告诉我，我该如何说才是？你怎么说都没用，因为你琳妹妹跟不跟你走，跟你怎么说没关系。那是为什么？因为我是你妻子，我在你身边。你把我杀了，他就乖乖跟你走了。姐姐，你知道的，我就是把天下人都给杀了，我也不会杀姐姐的。若是天下就剩下我和你琳妹妹两个人，你又必须得杀掉一个，那你会杀哪一个？姐姐，这是什么话？哪会有这种事？假如真是这样，你会怎么做？不会的，绝对不会这样的。姐姐知道的，你们两个哪个我都不舍得，杀掉你们两个中的任何一个，都跟杀掉我一样。冤家，你可真是个冤家。其实，自从得知你琳妹妹还活着，我是有个主意的。什么主意？我允准你把你琳妹妹也收了房。我这么想过，可这个念头就这么一闪，我就给否决了。不错，后来我也把我这个主意给否了。我可以说服老爷太太，可以说服你，甚至可以说服我自己做小，让你琳妹妹做大。可是天哪，就算是这样，你琳妹妹也还是不会过来的。是，她不会来。她太爱干净了。你真不愧是她的知己。没错，就是这个。天下男人能入她法眼的就你一个，天下女人能跟她一起待在你身边的，她一个都不容许。姐姐说的对，没办法，真的是没办法。我刚说过了，办法有一个，你把我杀了。姐姐，再不准你这么说。那你说该怎么办？你们俩全都这么魂不守舍的。笨李，秦兄弟，我没想到皇上竟然下旨连夜查抄赵府。什么？那家父他出不来了？云翠庵呢？也会被查抄吗？如果说赵府被查抄的话，云翠庵也难幸免。怎么会这样？白天的时候皇上还夸奖我写的诗，晚上就把我家给抄了。这，哎，
不对啊，皇上是夸奖我写的诗，可今日皇上到你家来，没带上我秋莹姐姐。也许这就是一个前兆。我猜想，宫中发生了重大的变故，或许皇上查到了谋杀小皇子的真凶。你是说我秋莹姐姐是凶手？这不可能啊！我并没有这么说，如今说什么都是猜测。明天我会进宫查证的。贝勒爷可以进宫？我是皇亲国戚，进宫并不是什么难事。哎，那太太他们还要不要南下了？要，而且今晚就要动身，以免夜长梦多。我这就去安排。抱歉，千儿奶奶，你们也要再做一个决定，到底走还是不走？皇上行事如此让人琢磨不定，日后我要是维护你们，也怕难免会有闪失。我若真是抗旨，明目张胆地护着你们，便是有罪了。姐姐，要不你走吧。你走，我走；你不走，我不走。现在是我们自己要留下，不是你要我们留下的。日后无论结果如何，我和姐姐对你只有感激。师姑娘，我还有点事儿，我先走。哎呦，你说我说干嘛呀？你把乔姐藏哪儿了？你快说！我哪知道啊？我也没见过她。哎呦，我走！哎呦喂！你干嘛呀？莲儿奶奶早就说过，你是个狼心狗肺的东西。说，把乔姐藏哪儿了？哎呦，我的姑奶奶哟！我藏她做什么？我藏她还得管她饭吃。我吃饱撑的了我早就想明白了，你是见财起意，你把人给我交出来，那财归你，我只要人。姑奶奶，我什么都没见着，我什么人也没藏，没有啊！哎呦，姑奶奶，说不说？我说，不然砍了你的头！我把它卖了。卖了！我不是人，我该死！我不是人，我该死！你卖给谁了？我把那胡同。你个畜生！砍了你！你给我回来！你个畜生！畜生！哟，陈贝勒爷，哎，怎么云翠庵那边你去过了？敬堂大人，云翠庵，我还是想请你网开一面。哦，坐。不知本官为何要这么做？这你不必问，你只要告诉我，你做还是不做？其实本官已经做了。你做了？哼！你派官差把云翠庵给围了。哎，其实是保护起来了。保护？是保护。不过保护多久，就要看贝勒爷的意思了。哦，看我的意思？我没什么意思啊。本官奉上谕查抄赵府。你说这赵府的大小主子若是走了一半，这皇上怪罪下来，本官还真是担当不起，所以还真得请贝勒爷意思意思，把昨日走避到贵王府的大小主子们给本官还回来。哎，到那时，这云翠庵嘛，本官一定给贝勒爷保护得像个铁桶似的。好，
真的是好极了。本贝勒就是想不通啊，你的胆子怎么就这么大？你居然敢诬陷本贝勒窝藏人犯！你这个脑袋不想要了是吧？要，本官的脑袋那是一定要的。可本官若是一声令下，那云翠庵里头美得像仙女一样的齐仙姑的脑袋，我可就保不齐喽。赵石飞，你给我听好了，本贝勒这就进宫请一道皇上的圣旨。在此之前，如果云翠庵里的任何一个人少了一根手指头，我会让你赔上头颅。你可听清了？我听清了，听清了，本官听清了。毕竟是皇亲国戚，敬堂大人，看来还是惹不起人家。他说他会请来一道圣旨，你说他真能吗？若没有圣旨，这云翠庵里的2个美人儿，大人就不护着了？哪能啊！凡是属于我的，我护着；还没到手里的，我也得护着。可当务之急不是这个，那是什么呀？卷口发卖。何必这么急呀？哎，你还记得吗？当初李家卷口发卖时的情形。大人的意思是，当时那李枕霞姑娘差点被外人给买走，你看把那赵府的秦二爷给急的。当时他就拉上这位琛贝勒爷，无论多大的价钱，他也得把那枕霞姑娘给买下来。后来这位枕霞姑娘竟成了琛贝勒爷的福晋啊！那回还是李家卷口，这回可都是他赵家的人啊！我敢担保，只要赵家卷口登上拍卖场，别的我不敢说，那位有情有义的秦二爷准保会出现在当场，大把的银子要买回他府上的姑娘们。可敬堂大人早就布下了天罗地网，他只要一露头，就再也跑不了了。哎呀，快里边请啊，大爷！哟，张老爷，您来了。来了。这位姑娘还不错吧？走。好好玩啊！哎，好嘞。伺候着。妈妈，你听我说啊。想死我了！走。不就是叫乔姐的小姑娘吗？对，她还真就在我这儿。不过，她可是我花了400两银子从她亲舅舅手里买下的。你要是领走啊，可以，总得让我有点赚头吧。就这个整数，500两银子放下，人你带走。钱不是问题，你让我先把孩子领走，我这就去府公府拿银子给你送过来，再多些也是可以的。这位姑娘，你方才说你是府公府上的？是。也就是说，你这500两银子要到府公府上去取？是，一钱也少不了你的。哼，你出来找孩子几天了？已经2天了。哼，这不怪你，你是真不知道。知道什么？你们府公府被查抄了。查抄你懂吗？也就是说，贵府的银子你1钱也拿不出来。你要是再回去，你也再回不来了，你会被官府拍卖掉，这就是抄家，你懂吗？抄家？哎，你可别摔在我这儿，伤了我可不赔你。妈妈，我求求你了，让我先把孩子领回去吧。哎，你少跟我来这个，跟你说，我不吃你这一套。妈妈，我是江湖上闯荡过来的，你这一套我见得多了。钱来人走，没钱来你走人。妈妈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别这样，先让我把孩子领回去吧。来人，把他给我轰出去！
快走走走！鲜花啊！来看看我的鲜花，宝儿，你停下！姥姥，你又多管闲事。我呀，不是多管闲事，是老主人家的香石哎。姑娘，你不是那个谁？你不是吴姥姥吗？你是石姑娘吗？莲儿奶奶家的石姑娘。哎呦，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哎，石姑娘，小姐，莲儿。哟，石姑娘，宝儿，你快过来搭把手啊！快着！哎呦喂，你说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这是啊？又慢着，来，啊，姑娘。哟，是真贝勒爷啊！这位公公，我要见皇上。哎，贝勒爷，您来的还真是不巧。皇上刚传下话来，说是这几日国事繁忙，自家人若是没什么急事，就不要进宫了。啊，你看啊，劳烦公公了，我那确实是有急事，你就让我进去吧。哎，贝勒爷，您这不是让奴才为难吗？奴才混这口食儿多不容易呀，只要犯那么一丁点错，那饭口啊，可就没了。贝勒爷，您就心疼心疼奴才。我说你这个奴才怎么听不懂话呢？我跟你说了，我有急事，我要进去一下。您的话奴才是信的，可是皇上他若是不信，奴才这饭碗还不是得砸了吗？哎，贝勒爷，要不这么着，您把您的急事写在折子上，奴才把它交给奴才的上司，奴才的上司呢再去交给皇上。这么着多一到手，奴才这饭碗不是也保住了吗？贝勒爷，谅解，谅解。多谢贝勒爷体谅奴才，贝勒爷您走好。石姑娘，来，快歇歇。哎呦，这怎么说的呀？啊，原先那么水灵的一个姑娘，怎么就成这个样子了？你看看，来，你先躺躺。哎，宝儿，快弄口水去。哦，姥姥，你听我说，我听着呢。莲儿奶奶家的乔姐。哦，那名字还是我给起的呢。莲儿奶奶要我带乔姐躲避到外头去，可乔姐她舅舅把她拐骗了，偷了她身上的珠宝，又把她卖到了妓馆。哎呦，我的老天爷，这什么舅舅啊，畜生啊，这是！来，水来了。哦，来喝点。哎呀，妓馆就是姥姥方才见到我时，我旁边那道门里。求姥姥去把乔姐给赎买回来吧。成，我想办法。哎呦，我就是把我这房子卖了，把我那几亩田也卖了，我也得把乔姐给赎回来，不然我对不住莲儿奶奶对我的恩呐。姥姥，就算你把房子卖了，把地也卖了，都卖不出那么多钱来。那妓馆的老鸨，他说多少钱卖呀？500两银子。500两！哎呦，这不是抢钱吗？这是。赵府已经被查抄了，莲儿奶奶怕是也被拘押起来。你进不去，也见不到她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哎呦，你就是杀了我，我也弄不到那么多钱呐！姥姥别急，
如今，咱们只能去借这些银子，而且也只有一个地方能借得到。姥姥还记得朱大奶奶吧？记得，她年轻守寡，带着个孩子的那朱大奶奶。前些时，她从皇上那儿请了个贞节牌坊来。应该的。你说这孤儿寡母的多不容易啊！皇上该给她立个牌坊。就因为有这个牌坊，朱大奶奶应该会躲得过这个劫难，她的家应该不会被查抄。我明白了，你的意思是，我应该去求这朱大奶奶，先跟她借500两银子。金姥姥，跟朱大奶奶说，就说石姑娘求她了，请她行好。日后，但凡我和莲二奶奶还有一线生机，准定会加倍的偿还她。行，这都是亲戚的，她还能见死不救了。我这就和板儿去见朱大奶奶。姥姥啊，推上你们的送菜车。如果我碰到守门的官差，就说是给云翠庵送菜的。好。哎呦，你放心啊，你就等着好消息啊。走，板儿。哦。贝勒爷，你回来了，怎么样？皇上不见我。啊，这可怎么好啊？但是你们先别着急，我还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们。什么消息啊？你赶快说呀！赵石飞贴出告示，就在明日卷口发卖。怎么会这么快？我受过的那些屈辱，姐妹们还要再受一次。双儿和麝月，他们也在其中吗？恐怕是无一例外。不成，得赶紧这筹银子，他们卖，咱们买。贝勒爷，这银子你先给垫上，算是我借的，日后我一定还你。你不愿借？爱哥哥，不是贝勒爷不愿借钱给你，都是一家人，原是不必说这个借字的。可是贝勒爷的难处，只有我心里最清楚。不光是他没钱，你就是去问王爷，也筹不出几个钱来。怎么会这样？其实你是知道的，府里所有的银子都买了那些红衣大炮，那些东西都是从澳门那边走私进来的，最是费钱。你说王爷有钱用来救人多好，何苦买那些杀人的东西呢？如今怕是说什么也没用了，大家都拿些细软出来，总能卖些钱。啊，对呀，反正都是些没用的东西。哎，贝勒爷。秦兄弟，谦儿奶奶，家里最值钱的恐怕就是这个了。来，你把它拿去卖了吧。这是那对绿玉斗。拿去吧，卖了它。这不好吧？哎，
干什么的？哟，这位大人，我们是给云翠庵送菜的。惊堂大人有令，这里头的人不许出，外头的人也不许进。这里边的人不许出来，这日子长了，饿还不得饿死啊？饿死他们也没你的事儿啊！去！哎呦，这，您看您说这，走。谁说没他的事？我庵里头好几天没有新鲜蔬菜了，你让他送进来好了。这可不成。嗯，新来的吧你？怎么着？你不认识那个尼姑吗？不认识。他是咱家惊堂大人的那个。哪个？跟你说了你也不懂。在你庵里头，不光他一个，还有一个呢，更是咱们惊堂大人的那个，懂了吗？不懂。木头脑袋。跟你这么说吧，得罪这2位姑奶奶，比得罪阎王爷还要命呢。啊，哎，行了，你哈什么哈？听我的没错，让这个送菜的进去吧。听我的，啊，去。好，进去吧。哎，好。哎，慢点。来，慢点啊！慢点啊！慢点。走。玉儿师傅，这剩下的这半车菜啊，不能全留在这边。我不是稀罕这些菜啊，实在是有人托付我，让我把这些菜送到荷香村那边去。这位姥姥，有这半车新鲜的蔬菜，也够庵里吃几日了。剩下的，你就送到荷香村那儿去吧。好，别忘了，回来拿你的菜钱。那是咱家吃饭的钱，哪会忘啊？板儿，推上车去荷香村。哎，好，那我们走了。去吧。哎呦，朱大奶奶，就请您救救巧姐吧。看着这都是亲戚的份儿上，你就帮她一把吧。好了，你别说了。我知道您也不容易，可是这事儿现在也就只能您能帮得上了。您就看在这大家呀，吴姥姥都是，你说了这么一大套的话，我全听明白了。你既是来给我送菜的，也是来借钱的。我家里遭了大难，这以后啊，也要过那紧巴日子了。在这节骨眼上，姥姥你能念着旧日的情分，大老远的给我送些新鲜蔬菜来，我着实是感激的。碧月在，加倍把菜钱给了吴姥姥。谢朱大奶奶。不，大奶奶，我的意思是，至于吴姥姥你要向我借那500两银子的事儿，我是不能从命的。可这吴姥姥别急，听我说，你要这钱去救人，你说了我也知道了。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，这我懂。可如今的情形是，家给查抄了，这救自己尚且不能，又如何救得了他人？好，你不必多言，听我跟你说。我知道，你吴姥姥想必要说，你这荷香村不是没给查抄了吗？你不是好好的吗？可这话，要是细说起来，那可就不是你吴姥姥给知道的。这么说吧，这全家都遭了殃，只有我和我家兰儿还好好的。可是，那也是要花钱的，你懂吗？所以，我就算是曾经攒下些银子，如今手上也是空空的。我是有心没力，拿什么给你呀？可是你……哎，你别插嘴，还是听我跟你说。你吴姥姥来过2次府公府，总该也听说过，这府里头的人都是一家，这不假。可这各房各户，各自过各自的日子，这你应该知道啊。就说我这里，自从兰儿一生下来，他爹就走了，我呢，顶着个朱大奶奶的名号，孤儿寡母的，就靠每月20两的月份钱，过了这10几年的日子。我谅你也不会知道的，
可是你总该算得出来吧？我就这点钱，能省出你要借的这500两银子吗？你这不是为难我吗？